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出席教聯會辦事處開幕禮，重申組班嘅時候會用人唯才。用人唯才，我哋都唔分新舊嘅，新同埋舊呢，我哋一齊比較，唔會因為嗰個人係現在喺政府裏邊已經做主要官員呢，而我哋將佢剔除喺嗰個遴選名單以外嘅。佢唔肯回應曾經失言話六四事件只係中國歷史少少沙石嘅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係咪會出任下屆政府教育局局長？只係話組班過程順利。越嚟越多嘅朋友呢，無論喺政府政府裏邊或者政府外邊，無論係佢現在從事邊個崗位、邊個專業嘅呢，佢都覺得呢喺今日香港嘅社會環境底下呢，係有需要作一啲犧牲，投身政府同埋政治工作。梁振英喺出席教聯活動前早上接受電台訪問，話如果唔改組政府管治架構，施政效率會好似現屆政府拖拖拉拉。如果唔改組呢，唔能夠話做唔到嘢，但係我哋就用過去嗰個速度同埋過去嘅效率同埋過去嘅效果嚟到去做嘢。我哋唔好習慣咗近年嚟嗰種做事一定要拖拖拉拉。一定要係噶，我哋起咗公屋係要70個月噶啦，咁我哋唔得。我呢個講法係咪表示我不滿現在政府嘅效率低呢？其實唔係嘅，政府都好想正如我而家一樣，都好想呢係做事呢利落一啲嘅。梁振英希望立法會盡快通過佢提出改組政府架構方案，唔好再蹉跎歲月。香港公民電視記者廖正文報道。